一年一度 Game 壇盛事東京遊戲展剛於上星期圓滿結束，入場人數破晒紀錄。唔講咁多廢話啦，依家就帶大家入場睇真啲啦。今年最爆話題係 Monster Hunter 3G 出喺 3DS 上面，試玩隊龍神咁早就話派晒籌，你睇下班 fans 望穿秋水個等樣。現場各個展區都經過精心擺設，仲有靚靚 showgirl 坐陣。帶大家睇下 game 畫面先，出喺 3DS 上面畫面都算唔錯，仲有新怪物加入，呢條水龍 fans 都應該好熟啦。日本人做事保守，現場好多位都嚴禁拍攝錄影，為咗交功課唯有偷拍啦。呢段 One Piece 無雙嘅 demo 好辛苦先拍到俾大家睇㗎。都知道 Game Show 大家最想睇嘅唔係新 game 㗎啦，即刻帶大家睇下現場靚靚 showgirl 啦！呢間手機 game 廠就揾咗好多女女跳舞助興，全場最性感就要數呢位唔知賣咩嘅姐姐，痴漢識用鏡頭對住佢都笑得咁甜，抵讚！高潮位喺臨完場先出現 ，Sony 揾晒啲 showgirl 出嚟排萬里長城，仲要骨牌式鞠躬，咁壯觀，真係要同各位 showgirl 講返句啊呢個多個劑乜實。